主后2022年10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急难中求救上主。圣经诗篇107篇第19到43节。恁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上主所救赎的人，伊对敌手中所救赎的人，对逐国、对东到对西、对南对北所组织的人，拢着安尼讲。因伫旷野蹒远的路流浪，找无城通徛起。因夜枵夜喙焦，因的心神昏去。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。伊带因行直的路，互因到通徛起的城。因为上主的慈爱，甲伊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。伊互喙焦的人知足，互枵饿的人有好物到饱。坐伫黑暗死荫的人，受困苦甲铁链捆绑的人，因为因背逆上帝的话，看轻至悬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伊用劳苦甲因教乖，因跋倒无人扶助。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。伊对黑暗死荫中带因出来，带断别因的锁。因为上主的慈爱，甲伊为着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。因为伊拍破铜的门，斩断铁的门串。恶人因为因的过失，搁因为因的罪恶受苦楚。因厌恶逐款的食物，已经挖进死的门。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。伊出命令医好因，救因脱离死亡。因为上主的慈爱，甲伊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。愿因献感谢的祭，用欢喜的诗歌讲起伊的所做。坐船过海，伫大水中经营事业的人，有看见上主的所做，甲伊伫深渊所做的奇事。上主一个命令，狂风就起，海中的影夹起来。因上到穹苍，落到海底，因为危险，身魂消散。因颠颠倒倒，东倒西歪，亲像酒醉的人。因的功夫拢无路用。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对患难中救因出来。伊互狂风停，海涌就平静。风停影静，因就欢喜。伊就带因到所爱去的港口。因为上主的慈爱，甲伊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。愿因伫子民的聚会中，尊伊做至权；伫长老的议会中，称赞伊。伊互江河变做旷野，互水泉变做干燥的地。伊互肥地变做咸地，这拢是因为徛起伫遐的人的罪。伊互旷野变做水潭，互大地变做水泉。伊互枵饿的人踮伫遐，互因起造城通徛起。搁种造田园，栽葡萄，得到丰盛的土产。伊赏赐福气，互因生炭真多，互因的情生无减少。因搁因为压迫、患难、忧苦，人口减少，互人看轻。
伊予贵族受侮辱，流浪伫荒废无路的所在。毋过，伊提拔善车人，互因脱离苦难，家族兴旺，亲像羊群遐济。正直的人看见就欢喜，歹人拢恬气无讲话。智慧人着注意这个代志，着少念上主的慈爱。以上。伫纪念中求救上主。诗篇107篇讲述遭遇无共困境的人，伫纪念中无人帮赞的时，着怎样得到上帝帮赞甲拯救？4种困境分别是迷失、受痛苦捆绑、患病、遭遇风暴。虽然因的处境无共，总是因为向上帝祈祷，受上帝搭救。对规首诗中间，咱通看到同一句话出现4遍。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。第一种困境是迷失，你是毋是捌伫世间路途中迷失，找袂到方向甲力量？真侪中生代原住民拢有安尼的经验。国小毕业就离乡背井，去到伫都市来寄居。生活伫无熟悉的环境内面，语言和文化无共，内心常常感觉孤单甲惶恐。每当半暝醒起来的时，发现身点无归属的地，袂禁得暗中哭吼。伫这世间，真侪人亲像迷失的人，常常找袂到真正的归属，心灵深处的需要无法度真实得到满足。假使你是即款的人，请你来到主面前，对伊祈祷，伊要互你空虚的心灵得到满足，补满你空虚甲欠缺。其次是受痛苦捆绑。你是毋是捌互某种歹习惯甲癖性牵制，心内感觉极度无自由？虽然捌下定决心改变，却变本加厉，哪含哪深。有一位兄弟因为长期性有啉酒的习惯，已经严重到影响家己的健康甲家庭的和谐，所以自愿到戒酒中心踮几个月久。总是期望转去厝呢，伊犹原也袂过休息。每遍酒醒的时，阁是一连串的懊恼甲愧疚。秘伫黑暗的角落，互做困绑的人，请你来到上帝面前，只有上帝有能力斩断捆锁，粉碎黑暗关系。尽管你做真侪上帝无欢喜的代志，上帝还是听你。当你向伊吼叫，伊还愿意拯救你。第3种困境是破病。每当经过填满满拢是人的医疗院所，我拢会因为意外紧急送医，也是长期互慢性病所苦的病患，感觉艰苦心。破病的人甚至会怀疑生命意义，认为家己是毋是做着什么歹代志，致使破病的咒诅。你是毋是也捌因为破病心灵忧伤？毋管你是得什么病，爱知影上帝关心忧伤痛苦的人。无论是拄着病痛还是死亡，上帝的话语会当医治人忧伤的心灵，互人脱离负面的情绪。伊出命令医好因，救因脱离死亡。最后是遭遇风暴。人生可比澎海，有时平静，有时涌起。当拄着汹涌出来的狂风暴雨的时，毋免惊，因为当你向上帝呼求，伊的确要拯救。上帝要伫风平浪静的时出手拯救咱。
总是当咱遭遇患难的时，伊的确要搭救，所以咱爱伫苦难中求叫上主，搁向伊献上感谢。默想，既然生活中无法度避免苦难甲病痛，我着安怎看待苦难？既然生活中无法度避免苦难甲病痛，我着安怎看待苦难呢？做伙来祈祷，垂听祈祷的上帝，当我陷入伫困境，向你呼求的时，求你救我脱离祸患。我要一生称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